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定定听人讲，戏病卡徛久就是你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病，戏病病第五条。盲人读做病，无论读病读病，这拢是病音。病本地意思是讲一层一层的老骨，落尾分开来讲，用竹啊、茶或者是草啊、大家啊，咱会当讲是病，拢会当热风热雨。像讲搬戏的，咱讲是戏病。啊，若种菜瓜，咱讲菜瓜病；代志拖拖刷刷，咱讲拗戏交拖病。这个文音读做病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布病，代表讲用布棚做的，用来炸日头、炸风、炸雨的病啊。卖当讲是篷布、塑胶布做的，啊那露营做的屉道，卖当讲是布病。另外第二个词读做双病斗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两个戏团，你咧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所在表演，比看卖啊，倒一团的观众较济，代表讲较精彩。卖当讲是两个人或者是两个团体，你咧互相比一个关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斗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欣赏真久无看双病斗的场景。真侪戏迷提早来占位，有诶阁提早3天就来斗布病，这个场面实在足闹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病，盲人读做病，这拢是病音，文音读做病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